點解小朋友一上場就腦袋空白？其實呢個係大腦嘅生存機制。當小朋友壓力好大嘅時候，我哋嘅情緒腦杏仁核就會接管咗個大腦啦，而負責思考同埋控制嘅前額葉咧就會暫時關閉。前額葉皮質其實咧叫做 prefrontal cortex，係負責理性思考、策略規劃同埋精細控制嘅，而杏仁核 amygdala 就負責情緒處理，特別係偵測威脅。呢個反應咧，我哋叫做戰或逃 （fight or flight）。所以啦，當佢會出現，腦袋就會一片空白，動作失效。點解就解釋到比賽嘅時候佢表現唔到自己嘅水準呢？佢唔係冇準備，而係大腦被壓力挾持咗。我哋要幫佢就係要控制情緒啦。如果你想知點做，咁記住睇我哋嚟緊嗰幾條片啊，follow 我哋，亦都可以留言話俾我知你嘅小朋友有冇呢個情況。